因的面应会结束。这是三角的吟诗，圣诗第635首，圣诗第635首。愿主旨意一行一回，愿主旨意一行做一回。咱起立来念全首。阮中间人受到合意的所动，
9万3当聚会，求主安慰因的心，互因伫你的面前有分别的时阵，甲你亲近。啊，伫我兄弟中有人心灵忧伤，身体欠安的，求主伸手安慰保守，因快快恢复平安正常的生活。今仔日是奉主名所设立的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之日，求主保守，同伊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会当顺利来荣耀主的名。今仔日下面后摆关怀伫新学生来遮请安报告，甲学院的需要以及分享，求主新学生有对你来的温顺，互所分享的信息会当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互听甲讲的病得到帮助。我来祈祷，拢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90甲第60。现在我来读，所以恁就安尼祈祷，我是天命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到，你的旨意一定伫地里亲像伫天。特别咱要请先歌队，今仔日特别的活命的饼，活命的饼。来
就是要请桂怀医生啊医啦，先来见到伊的下巴是挂心手环，挂心手环。大家平安。歹势吼，因为即两天转来桃园，因为我桃园人啊，毋过即摆拢咧台北读册，转来桃园了，可能有啥习惯，我感冒安尼，歹势，但是可能吸鼻水迄个声，真歹势。大家平安，我是台湾新学研究院道学硕士2年的学生，我是桂怀义。坐伫下骹迄个美好的人，是我的某，我的牵手叫桂香香。伊抱的幼儿仔是咱拄啊满1岁的查某囝，伊叫桂果，果子迄个桂果。咱茫讲嘛宣告伊的生命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伫咧新学学习装备即个短3年的时间内底，即摆是年外啦，即摆2年嘛，第2年嘛。有一个幼儿仔出世，需要照顾，还佫有一个支持家己的某，是一件真辛苦，毋过佫真幸福的代志。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一段伫咧马太福音内底，华语叫做《登山宝训》内底一小段。一小段，这段讲的是祈祷，毋知影大家平常时祈祷的时阵，拢是安怎祈祷的？拢咧求啥物咧？伫咧分享开始以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为上帝，阮感谢你，伫拜日的透早。互阮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的愿意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帮助阮伫礼拜当中，透过讲道，互讲的人静中来分享，听的人拍开耳孔甲心灵。阮伫你的面前拢得到利益，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祈求。是奉靠阮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伊是伫咧啥物时阵发生的？伫咧马太福音内底吼，即个时间点是耶稣拄啊开始服侍无偌久的时阵。咱若是去看第3章，伫咧洗礼者约翰替耶稣洗礼了后，天顶有一个写讲。这是我所疼囝，伊我真意爱。接续来到第4章的时阵，耶稣伫咧去旷野受试探，了后伊开始正式来传道。伊呼召4个掠鱼的，到4章的25节上尾后，咱看到有一大群人对足侪所在来分队伊来找耶稣。第5章。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登山宝训的头前，耶稣看到一大群人来，就上山，坐落来，门徒就我。伫咧经文内底，咱看无为虾米耶稣要爬上山。毋过咱会当安尼想象，若有一群人来找你，要听你讲话。你应该爱徛伫咧较悬的所在，你讲的，因才听有，才听会着。无论安怎，咱会当看去，耶稣坐落来了后，开始伊的教导，直到今仔日咱要分享的经文。今仔日经文讲的是耶稣教导人祈祷的一个范例啊。头前讲到祈祷的形式，即个形式是讲恁袂通安怎，恁爱安怎。恁莫伫咧外口祈祷，互人看；恁爱伫咧隐秘处，你的房间祈祷，莫互人看到。毋过今仔日咱要讲的
是形式讲了后，即马要讲的是基督的内容。一个伫个基督的教导中间，透过原文，咱会当看到，即段主导文每一句的开始，伊拢有一个求，拢有一个愿的意思。透过华语的翻译，咱会当看到头前三节是介清楚，后壁无翻出来。所以，即个主导文总共是6个代志，6个愿。头前3个是甲上帝的荣耀有关系。有神学家讲，这叫做顶面来敬拜。后面3个是甲咱家己有关系，就是咱食的、咱穿的、咱啉的、咱想要得到赦免、咱的救赎。神学家讲，这是下骹来祈求。咱今仔日会看头前3个愿。头前3个愿对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开始，放伫咧规个基督的上头前。这个动作，敢若是甲咱讲，伫咧基督的拄开始，莫急要求你家己的代志，你先对上帝的代志开始求，你对上帝的名、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先来求。一开始，目睭就看伫咧对的所在、对的方向。这段咱正式的主导文，若是咱较直接来理解，就是期待全地人拢来尊上帝的名做圣。圣伫咧原文内底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分别独立出来的意思。透过咱安尼祈祷的时阵，敢若是咧讲。咱希望全人类拢会当将上帝的名分别出来、独立出来，放伫咧迄个至权的所在。上帝会当真实成做每一个人的上帝。第2句，愿你的国降临，是咱成做上帝国主命的愿望。伫咧即个世代真混乱，咱期待上帝国会当来临。上帝国3个字嘛代表讲，伫咧即个国度内底。无论是政治啦、经济啦、建筑啦，还是音乐啦，拢会当。每一个方面，迄个掌权做王的，拢是上帝。第3句，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接续顶一句，咱会当明白，即个世界有上太济罪恶，才会罪恶，才会歹代志，敢若阻挡上帝的旨意。所以咱毋望上帝的旨意会当亲像伫咧天顶迄个美好的上帝国同款，国语华语叫做通行无阻啦。以上大概是咱伫咧读即个主导文的时阵会有的想法，较直接嘛无啥物问题。伫咧咱要搁转来讨论经文以前，有2个概念想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天甲地，第2个是良心。这可能有较一点仔学术，毋过咱就听看卖。天甲地第1个概念，天甲地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伫咧真济宗教内底拢出现过。毋过对天甲地的概念无啥相共，咱做伙来看，对无共。咱转去到耶稣迄个时代，希腊文化内底，天甲地是分开的。迄个概念是天是好的，地是无好的。肯定天，无肯定地。天是灵魂，是精神；地是肉体，是物质。这是希腊文化的概念。第2个，拄好反倒转来安尼，就是无共款啦吼，翻过来。这叫做物质主义、物质主义。物质主义甲希腊文化倒并，就是伊肯定地，毋过无肯定天。伊要讲的是，你着尽量去享受你的生命，你安怎就是即个生命尔。所以你免去管灵魂安怎、精神安怎，你就是满足你家己的肉体，安尼就有够啊。咱伫咧今仔日的社会嘛，会当看到、会当闻到安尼的概念。第3个，
这是传统的神学。传统的神学内底是讲，伊袂去讲天较好还是地较好，伊两个拢肯定。我想这是伫咧咱教会内底，诚做基督徒较会当接受的概念。无讲啥物是无好的，拢好，而且拢需要。上尾后是圣经内底的观点，就是伊天甲地毋是分开嘛，毋是伫咧两边来看，伊是夹做伙的。天甲地拢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迄个天是较悬的、较看袂到的，地是摸会到的、知影的。所以迄个天是灵魂，是精神伫咧内底，毋是顶面甲下骹，是内底。啊，迄个地就是外口肉体，你物质，你做出来的代志。这是圣经内底的观点。所以透过安尼的观点，这是第一个哦，咱会记咧这个概念。第二个是良心。第二个概念叫做良心。圣经内底有一个叫做伦理神学，内底有基本原则，就是良心。良心讲的毋是咱一般的良心，是上帝伫咧咱信上帝了后，上帝甲信心放伫咧咱内底，咱应该知影会当判断啥物代志是对的，啥物代志是毋对的。透过咱的对上帝迄个信心内底的迄个良心，这个良心有几个点，甲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这个良心是无受限制的。逐项代志我拢通做，毋过毋是逐项代志拢有利益。我嘛通讲，逐项代志我拢通做，毋过我无要互任何代志来控制。这段经文敢若咧讲基督徒的良心甲自由，毋过伊嘛好像有暗示伫咧讲，你应该爱优先来选择迄个有利益的代志去做。第二个叫做你爱考虑到别人的良心。恁安尼做是得罪兄弟也是姊妹，伤害到因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这段经文讲到，你伤害到兄弟姊妹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那用咱伫咧教会内底较浅白的讲法来讲，就是讲咱莫互人跋倒。第三点，就是你爱追求别人的好处利益。逐项拢通做，毋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逐项拢通做，毋过毋是逐项拢会当帮助人。这段经文咧讲的是讲，通做的代志，无拢有利益，嘛毋是拢会当造就人。所以，咱应该爱追求的是对别人好的，别人的性命真正会当受到造就的。毋单是莫互人跋倒尔，爱追求，互别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利益。第四个，荣耀上帝。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上帝放伫咧咱内底的良心，无受限制。你爱考虑到别人的良心，莫互人跋倒。搁爱追求别人的性命的利益，搁来就是你爱荣耀上帝。这是一个顺序，对家己的良心出发。你爱考虑到别人的良心，你爱莫互人跋倒，你嘛爱考虑到别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好处，会当得到造就。搁来你就爱追求荣耀上帝。听起来是介济点，也毋过咱会当对后面来想，我安尼想的时阵，我安尼做的时阵，我敢有荣耀上帝？当你咧想讲安尼敢有荣耀上帝的时阵，你可能就较会当判断讲，我对我的兄弟姊妹敢有受造就？我讲的，我做的，我想的，敢有为着因来设想？敢有无互人跋倒？两个概念讲煞了后，即马要转来。讲，好，就是安尼。要转来讲今仔日的经文，
咱今仔的经文，咱对第3句来看，反倒转来看，愿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拄拄的个人若搬入来，咱会当看到，敢若即句会当有新的理解，有新的看见。当咱毋望上帝旨意会当伫咧即个地上实现的时阵，咱敢有想过，咱所想的、咱所祈祷的、咱所毋望的是啥物？迄个伫咧咱内底迄个天，敢有遵行迄个无受着限制，无互兄弟姊妹跋倒，为着别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利益，佮有敬仰上帝来追求呢？若是咱安尼追求的时阵，咱安尼想的时阵，咱安尼做的时阵，咱所做出来的，别人所看见的，迄个就是地。当咱安尼追求敬仰上帝的良心伫咧咱内底的时阵，咱做出来的行为，这个时阵，咱敢若会当看到上帝伫咱内底要透过咱去承受迄个代志。代志叫做，这个时阵会当点着啥物？点着上帝国的滋味。毋管是你，还是迄个看到的、经历到的人，伊就知影讲，原来伫咧上帝国内底就是安尼。伫咧上帝国内底，大家会当互相帮赞；伫咧上帝国内底，大家会当互相疼痛、互相顾念、互相彼此成全安尼。搁来第2句，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拄我讲的。你若安尼追求、安尼想、安尼做的时阵，别人就会当看到，就会当点到迄个上帝国的滋味。第1句，愿你的名圣。经历到遮个代志的人，因就会看到，伊就会知影讲，若毋是上帝，遮个代志袂发生。当伊安尼的时阵，伊就知影讲，上帝毋是一般的神尔，上帝是迄个独一的上帝。即个上帝，哎呦，恁基督教的上帝介特别咯。原来上帝伫咧你的心内，会当互你有安尼的影响。伊就会甲上帝即个名放到较悬的所在，无定放到上悬的所在。伊就知影讲，原来上帝生怎怎，原来上帝真正咧做代志，原来上帝真正会当改变人，原来上帝就安尼成做伊生命当中的上帝。今仔经文分享到遮，刷落来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的伫咧神学院的生活。第一年，我要开学以前，咱爱学希腊文，伫咧暑假迄1个月的时间内底，透早上课，下晡写功课，暗时就是爱背单字啊，因为过顿工，透早就爱考试，啊，搁爱上课，啊，搁爱下晡搁爱写功课，安尼连续1个月，真痛苦。啊，搁有迄个时阵，我拄啊离去学校的建筑物，我毋知要安怎讲，建筑物足老的啦。啊，迄个所在搁伫咧山顶，所以我是安尼读的，你就会看到啥物，我不晓讲台语，壁虎啦、马路啦，安尼，就走入来。我真正是迄个安尼，即种要教人的无毒的拢还好。我看到迄蜈蚣啦、啥物的加抓，我真惊加抓。我真正是要崩溃安尼，挡袂牢。啊，我未开学哦，迄是暑假的时阵哦，我就一直祈祷，我就甲上帝讲：上帝啊，即摆未开学，啊你好调我，啊嘛互我考试考调啊，我敢袂伫遮就放弃啊？迄真正痛苦。啊，过了后，感谢上帝就过啊。啊，毋过我知影，1年到2年，就是顶一个暑假，咱爱学希伯来文。第2个痛苦过来啊！
因为早就知影爱做这件代志，啊头前有体会过，所以迄个时阵我是真惊啊。啊，痛苦是痛苦无毋对，啊毋过伫咧准备这篇讲章的时阵，我着去回想着我家己迄个时阵，虽然状况无介好，虽然宿舍嘛是共款，啊迄个功课的压力嘛是共款，啊毋过上帝互我看起的是，我伫咧迄个时阵，我除了家己的痛苦了后，我既然去想着讲，毋知影今年入来遐个学弟妹，因伫咧希腊文的时阵有好无？可能伫咧希腊文我无法度甲因教，我真正无度。啊，毋过我会当甲伊分享泡面、巧克力，我会当甲伊加油，替因祈祷。当上帝互我看到、回想到我家己诶性命的状况的时阵，这时阵我真感动。原来伫咧年外安尼足痛苦的生活内底，我有进步呢。我感谢主，我毋是单顾家己的代志尔，我阁想着别人，我阁真正想要去甲因关怀、甲伊关心。伫咧我的关心的时阵，因是毋是就会当某一个程度感受到即个上帝甲伊伫地，上帝咧安慰，上帝咧扶持、咧支持。我甲因讲。有个人嘛是甲我共款，迄功课较无法度的人，我甲伊讲，上帝呼召你入来，你即摆的状况就是我旧年的状况，你敢相信上帝？你莫想你敢会过，你想你若是会过，你要摕啥物态度来读迄条文？莫未过以前，你着吓惊你家己。当我讲了，会当看到伊的眼光内底有一寡无共。伊敢若搁较有信心，敢若搁较有方向，敢若华语叫做义无反顾啦，就是好，安尼我着莫想，我着认真读就对啊。反正互伊升职的是老师，毋是伊的代志。迄个时阵，伊是毋是着会当着有伫伊的心中，真正开始尊上帝做神？伊的眼光对看伊的痛苦，伊的迄个无法度的代志来。转到看上帝的呼召。今仔日是大神的奉献主日，虽然大概奉献主日我拢感觉去到教会，敢若要讨奉献安尼，毋过这毋是我的重点。啊，毋过嘛是有人想要知影，我就甲大家分享。大神152年啊，152年以来。最趣味的是，逐年迄个叫做什么经常费哦，什么费我毋知，就是拢无够，叫做拢赤字啊。啊，一间学校会当过152年，安尼嘛是会当安尼每一年安尼，啊，搁过152年，真正是互人真想袂到啊。啊，最近学校立案，就是诚做一个正式的学校。啊，迄个。这我是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才知影，迄个政府官员的来，啊，就坐落来，啊，就看迄个财报啦，啊，看迄个表就讲，恁哪有可能安尼以来拢钱拢无够，啊，毋过你会当安尼一直安尼运作落去，啊，这个老师就安尼，因为因坐落来嘛，啊，伊就甲手合起来，啊，看伊，啊，就笑，讲，因为这是上帝的学校。哦，我听到这我就鸡皮疙瘩拢起来啊！因为迄个政府官员毋是基督徒，毋过老师讲的是真实的，就是这152年比台湾的搁较老呢。毋过伫咧即个时间内底，每一年拢无够，毋过每一年咱拢去体验到上帝的恩典教义。除了讲学校的状况了后，阁想要甲大家分享，即摆学校是有介济课程，毋是对咱呢种专业的学生，伊有开互伫咧叫什么在职哦，就是工作者啦。你若有想要学习，伊有介济课程会当选择。我的感受是讲，
当我去到新学院的时阵，一年外才会装备，才会训练，真正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对规个教会的看去，甲以前搁较无共。伫咧遮是要推荐，也是讲要推销啦，就是讲，恁若是对圣经、对上帝的话，真正真有兴趣，也是讲恁安尼读了，你感觉敢若无啥够，你想要知影搁较济，推荐大家会当去新学院上课，毋过伊嘛有的课毋是开伫咧新学院内底，有开伫咧地方的教会内底。最后分享了读校的状况了，咱转来今仔日经文。经文对后壁看，佮有头前的概念藏入了后，咱对经文有新的看去。毋过，敢佮会记哩？耶稣咧教导基督的时阵，是对啥人教导？是一大群人对足侪所在来，经文内底讲要军队伊的人，足高罪的，是要军队耶稣的人。我想在座咱坐伫教会内底，咱就是要军队耶稣的人。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对军队伊的人，伊的学生讲的话，就是对咱讲的话。所以伫咧今仔日经文内底，咱要问家己的是讲，你心内所愿的迄个是啥物呢？我转来即2天感冒真艰苦，站即个讲道片搁看一摆，会当收的所在收的，就倒落要休困。我倒落了，我讲上帝，我明仔载要讲道，今仔日我的身躯安尼，拜托你敢会当医治我的身躯啊，互我较至少会当好好困嘛。结果伫咧迄个时阵，我就想着我的讲道片，我倒落来，第一个祈祷是为着我家己。我就想讲，哇，上帝，我明仔载我要去甲兄弟姊妹分享的物件，我家己拢唔知影，拢无做，没有做到。我就想着讲，真失礼啦，歹势，安尼，我就开始搁念一解，我伫天里的爸，毋过即解念是倒咧，目睭闭咧，毋过念解慢，我伫天里的爸，你的名圣，你的高灵高，你的旨伫遮。当我一解安尼念的时阵，虽然过2天，迄闹钟开始铃的时阵，我的身躯就是今仔日，我的身躯嘛是足痛苦的，就是规个人无较爽快。毋过伫咧昨晚，我是抱着一个真平安的心，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无论我的身躯安怎，我要服侍你。这是你当初对我的呼召，我要安尼行，因为这是你的呼召，因为你爱我，我嘛爱你。这是我的祈祷，互大家看到，身躯无较好，毋过我的心是平安的。愿咱每一个愿，拢会当行伫上帝内底。阮做我来祈祷。阮伫天天的爸，感谢你，搁一摆透过经文对阮讲话。当阮面对头前的道路，可能是无介顺势的时阵，也是真痛苦的时阵，阮知影伫咧你的内底，阮会当放心，阮会当交托，阮知影伫咧你的内底，阮是属你的，阮知影伫咧你的内底，咱是平安的。谢谢，感谢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
要做伙来备办心来甲主坐道，所以即时我要邀请咱坐咧吟就好，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63首。个白饼，人当心来归乐。三个白饼，人当心来归乐。等我看见归乐。明天早更别日头，哦，主救你明明我，所天仙归乐，明前早更变日头，哦，主救你的明我，三更了，人当心来归乐。三更了，人当心来归乐。等我天仙归乐，明前早归明日头，哦，主救你的明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进来属地伊的教会陪参者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紧啊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紧啊着我担重台，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伊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所以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当咱的小会员为咱服侍时，不管咱会当摕着饼无摕着饼，我要邀请咱这个时阵来做第一个祈祷，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生命中现在身躯顶头的病痛，为着咱生命中过去以来上帝所赏赐予咱。咱若想到的时，咱向上帝讲：主，感谢你，为着咱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咱离开上帝的时，想到这个代志，咱向上帝讲：主，求你赦免我。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一个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三甲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疼的人来祈祷。咱所疼的人，咱检菜目睭刻刻拢会当叫出因的名，想到因的面。这咱所疼的人，以及疼咱的人，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祝福。不管因伫倒位，不管因现在的状况，求上帝听、安慰、临在。假使咱所关心的人，就是疼咱的人，因现在有病痛，我也要邀请咱大家即时为因来祈祷。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
也到我这。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今仔日的是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三甲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你，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做朋友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重视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各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奉献。起立来吟奉的诗。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阿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日阮守圣的典，感谢你为阮牺牲，互阮白白得到福音。啊，感谢主，互阮有这机会，甲健康的身体，到殿里来敬拜你、阿罗你。这时，阮奉献淡薄金钱，为教会所使用，求主感纳。阿门。请坐。
来报告。来报告的大声，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会众来读2遍。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必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马太福音6章10节，请。请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页，咱汀州的出席甲下州的侍奉人员，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有小组的聚会甲奉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也有顶大的，请咱办公室也是伫州的中级来提出。第3页来看今仔的消息报告。今仔日是为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咱欢迎过怀伫新学生来到本会请安分享，甲报告学院的情况。这是请咱为着学院的事工来代祷奉献。这是咱要先来颁发奖学金，听无？咱的教会过去以来，大概已经几啊年，咱拢为着三间新学院来奉献，然后通常是伫这个时间爱颁发奖学金。不过今年咱有做一个改变，就是咱决定小会旧年已经决议要奉献2位的新学生啦吼。所以怀志其实是其中的今年受奖学金的其中一位。不过伊因为咱已经回去学校啊，所以伊学校会直接寄互怀志吼，就是直接怀志。不过咱今仔日伊来，咱若有互伊车礼以及车马费，所以挂车马费甲车礼以及这内底无啦吼，这无钱吼，这内底有啦吼，这内底有吼，咱着做伙互怀志，咱为着新学生以及这个新学院的学生来祈祷，求上帝帮咱，互因伫学校有真好的学习，然后毕业了后，真正会当来到教会，真做教会要紧的工人。好，来，咱这个颁发一下，然后。好，我们拍手欢迎哈。上次我直接嘛小可介绍，我上怀志拄则已经有介绍伊本身甲太太以及囝儿啦吼，应该即摆带伫后壁的款吼，伫上后壁吼，咱搁一遍拍手欢迎因全家人伫遮吼，受到祝福，平安平安。第二，本周台语甲华语礼拜拢有举行圣餐礼拜。同心感恩领受。第3点，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第4点，下晡1点伫701召开教育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11月28日感恩节感恩节是伫每年11月第4礼拜拜四。感谢上帝眷顾甲恩典，互咱倒一届用谦卑的心来负责宣教的使命。后主日是12月7日，咱12月7日要点第1点，咱要点第1支大港节主日的腊节。点节的人员就是咱今年受选出来的中级吼，我敬称省略。李正业、罗建成、陈素颜、黄庭业、黄东营、罗建业、蔡一如。第2场国语的点节的人员是咱的团契首长吼，蔡乃平、张文爱、林拓、陈博彦。12月份
第二点，12月份的直州长老林漳州职事大建业苏伊陵。第三，传道部第三次圣诞节筹备会伫中昼12点30分伫7孔一召开，请相关同工甲部员出席参会。第四点，关怀部会伫12点半伫7孔20召开，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12月份祈祷会，圣诞节点灯祈祷会伫12月初7暗时，拜六暗时7点伫4楼礼拜堂厅举行，请兄弟同心来点灯祈祷。第二点，2025年的预算，请各部各团体伫今仔日中昼进前交财务干事。第三点，2025年好会手册，请各部各团体准备交的内容有2024年活动时间活动的报告，甲2025年的组织，2025年的年度计划，请伫2025年1月12中昼12点以前交到办公室来汇整。咱明年1月底就过年请咱大家准备。第四点，咱圣诞歌开始准备要买到11月30，就是这个拜六以前有订的一地20块，这个11月30以后一地22块，请咱到6楼办公室登记缴费，到12月初8截止，有4种口味，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本会陈明福甲医药基夫妇的后生陈忠信兄弟定伫12月初7拜六上午10点伫礼拜堂，咱教会礼拜堂4楼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应邀观礼，并为新人祝福代祷。迄天东门国小的停车位是因的亲友要停的请咱会友停到附近的停车场。第二点，主来林锦秋姊妹定伫11月30日下晡拜六下晡1点，伫桃园殡仪馆景德厅举行安孝礼拜，是由浸信会我们的教会庄牧师来主理，求上帝安慰遗族，请各位兄弟关心甲代祷。教界消息，嘉义中华下半天教会伫今日下晡3点举行设教135周年的感恩礼拜。合作社消息，合作社伫12月初12点半伫7孔事教室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倒来咱大岛的事项者咱有圣诞节活动咱来看圣诞节活动，下骹遮有一个足重要的大港这点文甲点节咱第一个礼拜就是后礼拜是咱的新任的第一场是新任的中职，第二场是迄个团契首长，第二礼拜是咱今年度受洗礼甲咱刷入咱教会的有4位，倒来就是咱的香港小组的兄弟。第三礼拜是团契首长。第三礼拜的国语是咱的敬拜团。第四礼拜12月22是咱的中级迄个长老小会员来点证。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甲。这礼拜是刷落来，这礼拜其实是传统的美国感恩节所以咱的茶会同工其实透过茶会。我讲这叫做，我是认为讲这是无声的讲道，所以透过安尼提醒咱，其实伫这个传统顶头，透过这个感恩节，咱逐当会当向上帝来献上感谢，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也祝福，互所有伫即当内底会当真正感谢上帝的所在，咱真正着爱付出实际的行动。第二项就是要爱提醒，就是刷落来，即几礼拜我拢会邀请咱大家啦，假使咱伫12月8号到12月22号中间有需要
牧师带队去报家音的，请咱就来这个6楼的办公室来报名。愿上帝帮咱扶持，也引带祝福带领，互咱的教会真正满有上帝特别互相庆祝的这个主出世伫咱中间要紧的道理。昨昏嘛真多谢真侪兄弟姊妹有一个快闪伫星光三月一个活动吼，结果去到遐才知影讲其实是国瑞汽车啦吼，所以拄着迄个国瑞汽车的总经理吼，这个做伙伫迄个所在伫遐看到国瑞汽车伫遐吼嘛有一个特别40周年的一个纪念啦吼，所以因甲星光三月合作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圣诞的开始庆祝的过程。百货公司是透过这个行销的方式，望当然是要行销因的活动。总是对咱来讲，咱检菜也透过这个过程，会当甲更较侪人分享主出世伫咱中间这个要紧的道理。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伫这个圣诞节过程内底，真正领受到上帝出世伫咱中间的欢喜。上尾一项就是大概有人嘛咧问讲，是安那无这个中秋节代志无看伫咱的周报内底，实际上目前我们的长老因伫我们的教会咧主会，所以为着尊重因的教会甲因的处理，所以其实我这个代志已经有一段时间知影一段时间，总是一直咧祈祷讲，毋望会当过这关啦。就是毋望会当过这关，因为实际上是真紧的时间吼，今年年初才发现开始，总是一开始嘛无发现到真正的病症，毋知影一开始遮尔严重，所以是后来第二遍去照的时阵，照出来吼，照出来了后就真严重，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所以我拢有提醒。较就近的遮个亲近的小会员为因来祈祷，所以昨昏的中昼，王仁仁长老有敲电话互我，邀请我伫这个个别室内底来讲位数嘛，像是邀请咱的圣歌队，所以真紧急征求圣歌队队员的同意，所以后礼拜咱也会伫这个时间来献诗，所以民营长老特别咧问我讲到底咱的教会会去偌济人吼？我讲我毋知啦吼。总是咱得为因祈祷好，不管咱人有法度到无法度到，拢不要紧，咱为因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过去伫咱的教会真活动，也伫圣歌队内底，过去咱的指挥吼，当年做咱教会指挥，所以愿上帝祝福也安慰的神，甲这个家庭做伙伫地，伫后礼拜。刷落来，应该讲即礼拜拜六下晡1点开始，这个整个的个别礼拜会伫桃园的殡仪馆来进行。愿上帝安慰，上帝神安慰整个的家庭。上迎圣诗第391首，乌老天顶主宰，乌老天顶主宰，请起立吟全首。临时煞请牧师祝祷。最后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电压袂倒。平安礼，请咱大家互相来讲，感恩节快乐，耶稣听你。
国军里面有牵挂，下个礼拜。
嘿嘿嘿。但是没有其他的考试。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首开始。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深沉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像耶稣一
谁可以让我们喜乐来敬拜？耶稣，没错，那是谁赐给我们自由跳舞的来敬拜？耶稣，相信你的话就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一起拍手。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再次受不了。对，我有发现。哪一个？你说 ？Good 哦，好。从 A 段开始。5、6、7、8。当我赞美时，说你就是赞。